Anaheim Electronics 用咗20年時間，終於開發到呢一部機體 Minovsky Flight System 機動戰士 RX-104FF Penelope。太好啦！今次就係介紹閃光的哈薩維裏邊主要4部 MS 裏邊最後一部嘅 MS Penelope 就係地球聯邦軍嘅機體嚟嘅啦。咁睇睇 HG 嘅封面，咁左下角咧就寫咗佢嘅編號 RX-104FF。RX-104 就係呢部 Penelope 入邊嗰部高達嚟嘅，咁披咗個叫 Flex Flight System， 咁成部叫做 Penelope， 即係好似咧高達 Mark II RX-178。就係加個 G Defensor 兩個夾埋變咗 Super Gundam 咁樣啦。今次咧就係 RX-104 Odysseus Gundam 加一部 Flex Fight Unit 合埋呢一部 Penelope 咧就冇 Gundam 嘅字喺度咧，咁所以咧一開始睇呢部機體嗰陣時，究竟佢係咩機嚟嘅？咁都算係一部高達嚟嘅。咁佢呢度咧就冇寫明係聯邦軍嘅機體，就係寫住 Minovsky Flight System Mobile Suits。咁呢度可以睇出個 concept 咧，就係想帶出 Minovsky Flight System 呢一樣嘢啦。咁都算係 UC 年代一個比較劃時代嘅技術嚟嘅。好，咁睇睇呢部 Penelope， 咁好簡單嘅機體介紹，就係 UC 0105年為咗鎮壓秘密結社 Mafia， 咁喺個小說裏邊咧叫做秘密結社，而喺個劇場版裏邊咧叫恐怖分子或者叫恐怖組織啦。Mafia 呢一個組織咧就係反地球聯邦嘅，聯邦軍嘅上校 Canis 咧就諗住對付 Mafia 咧，就將呢一部高達咧投入 Killua 部隊，就作為實戰用途啦。呢一部機體 Penelope 咧就係屬於第5世代嘅機動戰士嚟嘅。第5世代最主要嘅特徵咧就係有 Minovsky Flight System， 即係可以喺大氣圈一個重力環境度咧就凌空浮住嘅。咁同埋有其他各個唔同功能，之後都會講啦。即係喺地球度咧就同 Mafia 嘅斯根特咧展開好激烈嘅戰鬥。閃光哈薩維都係圍繞住地球噶啦，咁所以呢個 Minovsky Flight System 咧好重要啦。咁呢部機體最大嘅特徵就係可以喺大氣圈裏邊單獨飛行，都係佢最大嘅賣點嚟噶啦。咁呢個 Minovsky Flight System 喺之前嘅斯根達介紹裏邊都講過啦。佢喺大氣圈裏邊咧可以浮空，但係佢就冇一個特別嘅推進力嘅，咁所以要升起、褪後、向前或者向唔同嘅方位喐嗰陣時咧，都要靠其他嘅引擎先可以做到嘅。咁 Minovsky Flight System 咧就係改裝自0079。係好威多 base， 即係大家叫嘅木馬號咧。咁當時咧，佢由呢個太空落咗地球咧，咁可以喺地球度懸浮喺個空中度咧，完全唔喐嘅。咁啲觀眾咧就喺度質問啦，喺度插佢話：喂，呢一部機可以喺個地球度浮空嘅，佢咩技術嚟嘅？咁嗰啲創作班底咧，嘅諗咗好耐咧，就呢一個係 Minovsky Crafter 嚟噶啦。咁米洛夫斯基粒子咧有呢個用途嘅。咁呢個概念咧就套用咗落去真正個設定裏邊咧。咁喺 UC 年代裏邊咧，不斷有用呢個設定噶啦。當時咧，因為呢個技術咧就唔可以裝喺一啲 MS 呢咁細嘅機體度，咁所以咧一直都係裝喺母艦啲大型機體度。咁去到 UC 0105年咧，A 公司咧終於可以開發到將呢個技術咧係 downsize 成咧就變咗可以套用到 MS 啊。咁所以當做咗呢啲第5世代 MS 出嚟嗰陣時咧，就屈機啊，屈爆晒其他唔可以喺大氣圈裏邊浮空嘅機體咧。咁所以睇翻《閃光的哈薩維》裏邊嘅劇場版，佢個描寫咧都係講到，尤其是斯根達啦，咁佢都係第5世代嘅機動戰士嚟噶嘛，咁就可以屈嗰啲 Gustav Karl 佢哋做晒戰靶咧，完全追唔到斯根達。咁因為咧佢哋冇浮空嘅功能啦，同埋 Minovsky Flight 通常咧都會夾埋另一個功能嘅，就係光束保護罩 Beam Barrier。就一齊去做呢個飛行 Beam Barrier 就係減少個空氣阻力，令到第5世代嘅機動戰士咧喺地球裏面飛咧可以超過音速啊，大概可以達到2個 Mach 嘅速度嚟嘅。對於戰術嚟講咧，帶嚟好大嘅變化咧，即係好似以前0079或者再之前啦，Gundam The Origin 裏邊嘅年代咧，咪描寫自護咧去開發機動戰士嘅嗰陣時叫 Mobile Worker 啦，即係嗰啲做工程嘅機械人嚟嘅啫，冇話去打仗嘅。但係當呢啲 Mobile Suits 咧投入咗戰場咧，係地球聯邦軍嗰啲巨艦大炮嘅戰術咧已經唔 work 啦，就變咗 Mobile Suits 成為戰場裏邊一個重要嘅戰術啦。去到0083嘅年代咧，地球聯邦軍咧仲未接受到 Mobile Suits 喺戰場度咧係發揮好大嘅作用咧，都係 keep 住咧用翻巨艦大炮主義，就做咗架巴面艦，即係白色嗰部好大部
嘅戰艦出嚟咧，諗住去對抗自護軍啦。跟住去到之後嘅年代，咁譬如遮他加特嘅年代，地球聯邦軍又好，或者泰坦斯都好啦，先至去着重 MS 嘅開發嘅啫。好，跟住 Penelope 咧，呢部機體全高咧，即係成套好臃腫、好大嚿噶嘛，咁高度咧都超過30米噶啦。咁呢度就係閃嗰啲哈薩維裏邊嘅 MS 嘅特徵咧，就係大嚿衰嚟嘅。對比翻之前 UC 嘅機體，咁譬如0079嘅 RX-18咧，高18米嘅，咁呢一部 Penelope 咧，佢着埋嗰個 unit 咧，整高過30米。咁之前介紹嘅 Mesa 咧都有23米高噶啦，咁全部機體都好高嘅。咁呢個龐大嘅身軀同埋複雜嘅輪廓就係源自佢嘅特殊構造。喺開頭都有提過少少啦。咁呢部 Penelope 入邊有部高達嘅 Odysseus 高達咧，再笠一個 Fixed Fight System。就搞到咧，成部機我睇住個 XG 個封面咧，一路講啦，咁睇嚟睇去咧，都睇唔到佢線條係點樣嘅，非常之複雜。咁由低炒去睇嘅話咧，就係見到佢心口有嚿嘢好長嘅嘢，譬如 S 高達嘅 Deep Striker 呢個形態咧，個心口咪夾咗個好長嘅組件出嚟嘅，咁呢個 Penelope 咧都有少少似嘅。咁同埋呢一部 RX-104FF Penelope，咁睇佢個編號咧，同 C Gundam RX-105咧，好明顯係有關係。咁佢哋喺個作品裏邊咧，都話係一個叫姊妹機啦。咁呢一部 Penelope RX-104FF 咧，就比較早啲去開發嘅。最大同 C Gundam唔同咧，呢部 Penelope 本身就係 RX-104 Odysseus Gundam。呢部高達即係裏邊嗰部 Odysseus Gundam咧，就係大概可以話係屬於第二世代嘅 MS 嚟嘅啫，但係笠咗呢個 Fixed Flight Unit 咧，咁成部咧就變咗第5世代嘅 MS 嚟噶啦。咁佢就係靠笠呢一個 Fixed Flight Unit 就去實現喺大氣圈嗰度浮空。咁對比翻 C Gundam 咧，就一部機可以做到喺大氣圈度浮起啦。咁呢一個就係屬於當時 UC 0105年地球聯邦軍同埋佢嘅敵對嘅組織 Mufti，佢哋兩個嘅主要 MS 嘅概念嘅一個對比嚟嘅，一部機就可以搞掂晒所有嘢。呢個就係 Mufti 嗰邊嘅 C Gundam，另一邊咧就係以高達作為一個基本啦，笠唔同嘅配備就可以做唔同嘅嘢。咁笠呢個 Fixed Fight System，咁佢仲有其他唔同嘅裝備，咁之後都會講嘅。咁另外呢部 Penelope 個名咧 Penelope，咁我頭先咪講過 RX-178配 G Defender 變 Super Gundam 嘅，咁呢啲咧比較簡單嘅字 Penelope。就係源自希臘神話裏邊英雄 Odysseus，即係佢裏邊嗰部高達咧 RX-104啦。咁佢老婆咧 Odysseus 嘅老婆就係 Penelope 啦。佢哋就有呢個咁嘅關係。個老公咧就係細細粒粒咁樣，咁成嚿完成品咧就變咗佢老婆啦。咁嘅機師咧差唔多係專用機師嚟噶啦。咁就係 Lane Emu 啦。喺劇場版裏邊第一部佢 keep 住都係揸住呢一部 Penelope 噶啦。咁屬於地球聯邦軍嘅軍階就係屬於中尉。喺 Canis 上任之前 Lane Emu 咧已經被派去對付 Mufti 噶啦，咁係屬於呢個部隊啦。咁之後阿 Canis 嚟咗之後咧，成個部隊就改咗名叫 Kiriki 啦。咁阿 Lane Emu 咧就 keep 住做呢一個 Penelope 嘅開發機師。雖然佢好後生，就係俾人委以重任，佢喺一個操作技術方面咧非常之出色嘅，但係佢就缺乏咗實戰嘅經驗。喺劇場版第一部裏邊咧，阿 Canis 都有係咪叫鞭打佢哋咩鬧佢咧？話 Lane Emu 咧，哇！你喺訓練嗰陣時就咁叻，但係實戰咧就乜都做唔到咁樣。咁喺戲裏邊咧都有講阿 Lane Emu 咧就少恃住自己係優秀嘅開發機師而感到自滿，呢一種態度咧就間接令到阿 Canis 咧對佢嘅評價就大打折扣啦。咁所以咧先至去鞭打佢嘅啫。雖然一開始咧，阿 Lane Emu 揸住呢部 Penelope 咧，不時都會有甩碌啊、犯錯嘅場面出現啊。咁但係隨住佢駕駛住呢一部機不斷累積經驗咧，佢嘅才能咧就慢慢開始有爆發嘅出現啦。咁非常之期待第2同埋第3部裏邊阿 Lane Emu 嘅表現啦。跟住再講下呢部 Penelope 呢部機體嘅唔同嘅組件啦。最重要就係 Minovsky Flight Unit， 喺頭先咧都講咗唔少嘅設定啦。呢一部 RX-104FF 就早過 C Gundam RX-105開發出嚟嘅，咁技術方面咧就未咁成熟，咁所以咧佢唔係話特登咧就要做一部 Odysseus Gundam出嚟，然後再做一個 Fixed Flight Unit 嘅，
咁其實本身咧就係因為技術唔夠，所以先分兩個階段去做出嚟嘅。當 A 公司嘅技術成熟咗之後咧，咁佢就可以一炮過將所有嘅功能咧集中喺一部 MS 裏邊咧，就唔需要換嚟換去。有一個位就可以證明呢一部 Penelope 唔係咁成熟嘅。喺小說裏邊咧都有少少描寫啦，喺個劇場版裏邊咧好明顯呢部 Penelope 咧懸浮喺空中嗰陣時咧就會發出啲怪聲或者有啲發光嘅現象。有啲解釋就係話就源於技術咧唔係咁成熟咧，先至會有啲怪聲同埋發光現象嘅。咁另外 Beam Barrier 都係個技術唔係咁成熟嘅。咁呢個 Beam Barrier 有啲咩用咧？咁佢真係一個防護罩嚟嘅，咁可以防到激光或者實彈去射擊啦。咁喺 UC 0105年呢個年代裏邊咧，係母艦咧都有裝呢個 Beam Barrier 啦。咁另外斯根特嗰個就最優秀啦。咁但係咧早一個 model RX-104FF 咧，呢個 Beam Barrier 就比較弱少少嘅。咁所以佢飛行嗰陣時咧，同斯根特有啲唔同啦。呢個 Penelope 睇落去咧，佢個頭上面咧好似有個鵝頭咁樣噶嘛。咁同埋成個形態咧都好似一隻雀咁樣嘅，咁就係因為呢個 Beam Barrier 嘅技術唔係咁成熟啦，咁所以佢要喺大氣圈裏邊，即係重力環境同埋有空氣阻力嘅環境裏邊飛行嗰陣時咧，佢要變形，咁要變一個 flight form。咁我之前介紹斯根特嗰陣時，咁佢都有個 flight form 嘅，但係斯根特嗰個咧就係成個好似僵屍咁樣動直晒噶嘛，個腳尖咧就係撐到一行咁樣，就可以好快咁樣向前飛噶啦。因為佢個 Beam Barrier 就做得好啦，咁所以咧佢唔需要特別去變形，好似變咗個飛機咁樣，都可以飛到 Mach 2嘅速度。但係呢部 Penelope 咧個 Beam Barrier 就弱少少，咁所以咧佢要配合埋少少類似變形咁嘅措施咧，先至可以飛得夠快嘅。咁除咗有呢個 Flight Form 就係縮埋一嚿咧，好似 MA 形態之外，喺個劇場版裏邊咧都有另外一個叫做 Middle Form 嘅形態，啱啱就係 MS 同埋 Flight Form嘅中間咁上下，呢度咧就令人諗起超想要塞 Macross 啦。咁 Macross 嘅機咧就有機械嘅形態，同埋變到一部好似戰機咁嘅形態。但係中間咧都有一個形態，就有對腳伸出嚟，但係上半身係戰機。咁呢一部 Penelope 嘅 Middle Form 咧就類似 Macross 裏邊嘅設定咁樣啦。同埋喺變呢個 Flight Form 嗰陣時，入邊嗰部 Odysseus Gundam 個頭啊，或者好多唔同嘅 monitor 咧就俾前面一組件遮住咗，咁所以呢部 Penelope 個類似鵝頭嗰個地方咧，就係咧一個 monitor 或者 camera 咧去睇前面啊，或者睇側邊啦。咁同埋佢心口咧有一個好細嘅 mono eye，喺砌模型嗰陣時咧就比較容易睇到呢個 mono eye 嘅設計，但係咧好細粒嘅。喺 HG 嘅模型裏邊咧冇乜點 feature 呢個 mono eye 嘅，咁好多人咧都未必留意到有 mono eye。咁一講到 mono eye 咧，就有呢個自護 MA 嘅影子啦。咁睇落去咧，同 UC 0079嗰陣時嘅自護嘅 MA，你話好似又唔係好覺，但係真係有個影子。咁計翻咧0079年同埋 UC 0105年，咁就隔咗差唔多成廿幾30年嘅時間。如果係照翻故事裏邊嘅機體嘅進化嚟講，咁自護咧不斷去開發 MA 嘅話，去到 UC 0105年，咁真係開發到一部 MA 似 Penelope 咧，都唔會話太過離譜嘅。另外，除咗 Fixed Flight System 之外咧，咁呢部 Odysseus Gundam就話咧有另外一個 unit 嘅外掛嘅 unit 咧，叫做 Arlugos Unit。咁喺個小說版裏邊有提過嘅，但係咧就冇乜特別去形容嘅，就係話佢喺宇宙嗰度用嘅形態嚟嘅，係搭載咗 Psychomil 或者係一個準 Psychomil 嘅系統，詳細咧就唔知啦。咁睇下第三部會唔會有呢樣嘢咧？咁或者係第日打機嗰陣時會有呢個 Arlugos Unit 嘅出現啦。跟住再講下呢部 Penelope 嘅武器，最後就講嗰部 Odysseus Gundam 啦。部 Odysseus Gundam 即係好少人去講或者設定咧，唔係太多。咁都要趁呢個機會咧去講講。好，武器方面咧，當然有呢個火神炮啦。作為一部高達，最緊要就係有火神炮啦。咁喺飛行組件嘅前端有4門火神炮。喺動畫版裏邊，喺個 Double 嘅市街裏邊都有戰鬥嘅。咁呢一門咧就為咗去減少對呢個市區裏邊造成破壞咧，主要都係靠火神炮或者係用個身狀去作為攻擊嘅啫。咁另外喺原作入邊，當斯根特一齊大量發射飛彈嗰陣時，呢一門都有用呢一部 Penelope 咧發射火神炮咧去做迎擊嘅。呢個火神炮都有啲作用嘅，唔係淨係裝飾咁簡單啦。跟住仲有一個副武裝就係肩部嘅米加粒子炮。咁兩邊膊頭咧各有一門米加粒子炮，即係總共有2門啦。咁平時咧就指向上方嘅
但係用嗰陣時咧就會向前傾，就擺出一個發射嘅姿勢啦。咁佢仲可以咧變成一把好似軍刀咁樣啦，即係唔射炮啦，形成一把軍刀。咁譬如好似以前嘅 RX-78、GP-01咁樣咧，咁 Core Fighter 嘅形態嗰陣時咧，佢嗰兩碌咧就係炮嚟嘅，但係變咗 MS 嗰陣時咧就可以掹出嚟當 Beam 沙比雷，即係光速軍刀咁樣用。呢個 Penelope 個米加子炮咧有同樣嘅 system 啦。另外都有個得意嘅武器嘅就係複合武器組件。就係個前臂嗰度咧，一個好似細細地個盾牌咁樣，呢個就係複合武器組件嚟嘅。咁入邊咧，除咗有米加粒子炮之外咧，仲有光速軍刀同埋飛彈，可以應付多種唔同嘅戰術。呢一個武器小說版裏邊就冇出現過啦。咁另外，Odysseus Gundam 唔笠呢一個 Fixed Flight Unit都可以用呢一個複合武器組件嘅。咁所以砌模型嗰陣時咧，就可以試下。就咁用部 Odysseus Gundam 就笠呢一個複合武器組件去擺下 pose 都幾得意嘅。另外主武器咧就係專用光速步槍，咁就係專為 Penelope 設計嘅大型手提式光速武器。機關部後方有連射用，同埋扳機前面嗰度咧有單發高威力用兩個唔同嘅 E-Pad 嘅。喺 Robot 雲嗰度咧都可以睇翻有兩個唔同用途嘅 E-Pad。去到 UC2010年呢個設計都幾常見噶啦。另外仲有殺食嘅武器，浮游飛彈 Funnel Missile， 咁喺機體各個部位，咁例如兩個膊頭同埋腰部嘅裝甲嗰度，都搭載咗大量應用咗 Psycho Missile System 嘅追蹤飛彈，佢嘅彈數咧仲要比 C Gundam 多，咁所以喺一場戰鬥裏邊 Penelope 應該係佔優勢嘅喺火力上面，不過佢屬於舊款，都有佢一啲弱點嘅。最後就講 RX-104 Odysseus Gundam。咁之前 Penelope 嘅設定裏邊咧都提到唔少 Odysseus Gundam 裏邊嘅設定啦。咁有啲未講咧，就係講下佢頭部啦。因為頭部都幾特別，佢設計咧就有啲似古代希臘戰士嘅頭盔，而面罩白色嗰個部分睇落去有啲似下巴嘅護罩咁樣。咁高達咧通常個下巴咁，除咗 Zeta Gundam 嗰啲啦，咁譬如睇翻 RX-78咁個下巴咧咪紅色嘅。咁我呢部 Odysseus Gundam咧就有個白色嘅罩去笠住個下巴嘅，咁真係睇落去有啲似頭盔啊。另外駕駛艙嗰方面，之前介紹 C Gundam 嗰陣時都有介紹過啦。C Gundam 個控制桿啊，唔係叫控制桿啦，即係控制嗰個 interface 就用 Arm Laker 嘅，即係好似有個波咁樣，隻手搭上去，跟住插四隻手指入去就可以喐動啦。呢一部 Odysseus Gundam 咧就用翻一啲比較類似傳統嘅控制桿啦。咁呢個喺戰鬥畫面裏邊咧都可以確認到阿 Liam 咧揸住呢個控制桿嘅場面嘅。有啲解釋就係話呢部 Penelope 或者 Odysseus Gundam 咧就比較舊少少啦，所以個 interface 咧就係採用翻一啲比較 old school 少少嘅 interface。另外有解釋就係話 Odysseus Gundam 或者 Penelope 嘅開發工廠同 C Gundam 嘅開發工廠咧就唔同啦。咁兩部咧都係喺月球上面嘅工廠嘅，一部就係 Formplan， 一部就係古拉拿達，就為咗去加強佢哋有唔同咧，咁所以一部咧就用呢個比較傳統啲嘅控制桿，另外一部咧就好似 New Gundam 咁樣咧就用 Arm Laker 啦，咁有唔同嘅講法嘅。跟住呢一點都幾重要嘅，就係話喺小說版裏邊就冇特別提過呢部 Penelope 入邊係一部 Odysseus Gundam 嘅，就係話形容呢一部 Penelope 嗰陣時咧就保留咗高達係設計思想嘅痕跡嘅機動戰士。小說版推出咗之後，就推出咗另外一樣嘢啦，就 Anaheim Electronics Gundam History 2002 Calendar 入邊咧就加咗個新設定，就係話呢部 Penelope 其實就係某部高達加咗擴充裝備之後嘅形態嚟嘅。咁入邊嗰部高達咧就係 Odysseus Gundam 嚟噶啦。呢一個設計就改得好犀利啦，唔單止喺小說版裏邊出現嘅機體個外形改啦，估唔到連呢個咁重大嘅改變咧都會喺中途度出現嘅。去到最後就想補充翻我呢條影片裏邊最初講用咗20年時間，咁同呢部 Odysseus Gundam 或者 Penelope 有咩關係咧？咁呢個 Odysseus Gundam 個名咧就係話咗係嚟自希臘神話嘅英雄 Odysseus 啦，佢就參加咗特洛伊戰爭。打咗10年，咁之後咧再用另外嗰10年咧喺海上漂浮咧，先翻到佢嘅故鄉，總共就用咗20年時間，就啱啱好似 Anaheim Electronics 開始研發高達以嚟嘅20週年，同埋將 Minovsky Crafter 小型化改裝成為 Minovsky Flight， 成功裝咗上去機動戰士，都係用咗20年時間，咁樣就互相呼應咗啦。我估唔到呢個 Odysseus Gundam 嘅名嘅由來係咁樣嘅。好，今次都算係好簡單咁樣介紹咗呢部閃光的黑薩維裏邊最後一部機體咧，都係一部算係比較有人氣嘅機體 Penelope。
咁唔知道大家對於呢一個合體技啊有咩感想啦？睇翻呢一部 Penelope 嘅 XG，我覺得都算幾有良心，因為佢可以拆開成為一部獨立嘅 Odysseus Gundam，獨立嘅 Fixed Flight System。咁嗰部 Fixed Flight System 咧可以用個架咧撐住，咁啊可以用嚟做裝飾啦。咁兩部咧都可以合體，以 XG 可以做到呢個技術嚟講咧，都算係唔錯噶啦。期待《閃光的哈薩維》其他嘅 XG 陸續推出啦。雖然劇場版第二部暫時就未喺香港度上映，不過模型方面呢，大餅帶領公佈咗會推出《閃光的哈薩維》第二部入邊登場嘅新嘅機體嘅 XG 嘅，咁非常之期待。咁之後咧都會陸續為大家介紹嘅。OK，今集就嚟到呢度，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支持我，訂閱個 channel。如果覺得好聽或者有得着嘅話，不妨課金支持下我。PayMe 轉數快，10蚊20蚊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鼓勵嚟嘅。多謝大家收睇，下集再見，拜拜。